哎呦，所以哦，也没办法，sản婦又是答答的到，一定會感冒，嘅，附近你明錯。哎呀！來牡丹開花來唱啊天公，落單姑娘是心痛風，朝會渡河來對此歌啊，輕愛阿哥來是為何？面前兩位嘅五風中，形樣難離是我心中。一見鍾情來意難忘啊，不要超回愛亂心房。萬步愛意來用板講，強強的舌來刺姑娘，吹用反風來無法闖，希望做的是路面上。總得要按樣人嘅想法，還是冇想按到仙靈酒。總唔得啦，再有一種嘅心，還是冇想佢呀。黑马啥的个黑马，表哥，别我印象咯，表哥，虽然俺哋两人
视听众生，啊毋过尚未成亲，应用办做的安样嘅事情。哎，表妹呀，真是你挑到，因为我19岁，唔怎会对你无礼貌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。不过表哥，底下转去，我用办老阿姨交代，阿姨嘅家教安念。哦，你放心，我用钱。啊，我用钱机会，我会请机会老伊讲啊。唔过，哎呀，你正经做的表现，我一定会请一个适当的时机，让我用钱讲，你嘅事情，只要你老爱签字保密，全部就唔好讲出去，也只有天地、地地以之外是无人的。哎呦，你你表哥啊？唔对哦，可俩哈，应该爱很自从哦，你俩铺，那么人好一下。不容易。你这个乱讲嘛个东西啊？哎呦，自从啊，这名言不说暗话，俩落水田的哈，你两啥走茶连火，那一看没底。好哩啦，唔好再讲嘞。你想用办啊？哦，哎呦，自从啊，我用会咁用办，我子啊，那是家道好老公，我要推佢分去啊，唔讲哎。今年你就有分去，还乜个暗过？嘿嘿，啊那无，我哪有机会做得危险你啊？你比无赖还无赖呢！冇本来哦，好啊，冇上本，我转去啊，就拿阿姨讲伊两表家。哥，关机啦！你唔骗唔知家嘅故事，反而佢最近老阿姨讲一啲嘅事情。好，全部依你哦。等，个条。本你啦。多车自从本来了，我呀一天会好好留意保守秘密。嘅唔就还要多谢你哦。唔是客气。好嘞啦，表哥，你出来也依旧咧，阿姨一定非常嘅担心。不如你赶紧回家。哈，爱回家？哦，错，你點嘛？你該一做就停咧，因為好轉去了。等我一下。佢哋啊，那是天氣了，叫我轉去，我哋個假表哥嘅身份，唔就泄露出去咧，做唔得，我想一個辦法。啊，對咯，表妹呀，那是你兩下就叫我轉去，我用錢啊，一定會發現。那麼你的兩啥先轉去，我隨後就到。找每份用錢來獻義先。哦，表哥講嘅錯，阿莫，你分開回家吧。哎呦吼，跟你轉去吃叫佢生意啊。好。明明就你兩啥做出善意。好嘞啦，回家嘞啦。對啦，行啊。哎呀！对啊那多啊
多情，夜来路啊，奉献那天那，金家干嘛钱那，连成那一呀。不对呀、这题记条是标志题，也无问到记条是乜嘅名，但是那位啊，竟然按用版前记条话，连下真件是糊涂了，是按用版账号嘛？不过方才该位姑娘真件暗面的太房，应该是按你小友上中嘅人。赶快正去向父亲禀明此事，一定爱情到这位姑娘好申请上演呐！喝那天向那落。呀，十八春咯那，荣华富贵乐用啊用，乐用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好玩意，一玩爱，有那喜呀同哦那，不辞自豪，向天那nun。向前论呐，哎，真怪在呀！我才20年前，这场血战啊，我真能问根本日逍遥快乐的神法，哈哈哈哈哈！为义呀，也哈非常真挚，有个谈话。上神玉树临佛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真是可以个春风得意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恭喜上主，贺喜上主啊，心想事成呐！嘿嘿嘿嘿，秋安呐，听就老你讲咯，听就唔会查。一天本日唔会吃亏，就算本日吃好作好啊！嘿嘿嘿，多谢上主啊！风采满人张地，原来就是黑地一位，应该闷。地都有人猜吗？哎，上主有人喊么呢？快出去咯，俾人来看。好。哎，姑娘你，老伯你好，请问老伯也系咪招生上主嘅副上啊？嘿呀，唔知姑娘你乜嘅事情啊？老伯。我请上主有事情参详，请老伯老我同报一下。好，我呢啲同胞，唔讲你要等一下哟。多谢老伯。唔会，等一下。上主，我们有一只小姑娘，讲有事情要请你商量哦。小姑娘，嘿，安尼就喊进入咯。做咩？姑娘，我到上主喊你入去。多谢老伯。请。你就系招生上主嘛？错啊！也唔知，到第二根本日
还有困难希望，讲出来，我为老你听数啊！哎呀，父亲啊，父亲！哎，嘿嘿，娘扮称呼，我是娘爸嘞。父亲啊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18年前，你到吉祥楼过夜，母亲陪伴你从夜，随地身后就有爱嘞。母亲为了保护你的名声，离开吉祥楼，辛苦抚养爱长大呀。母亲今日前过身呢，临死之前为言交代，我爱都真来请父亲你，不义的很有爱，去做的话，不爱认祖归宗啊！哈，哎，有安的事情啊！啊，不过咧，我就全无记忆呀。父亲，母亲有讲过，当时啊，你只是寻欢作乐，老母亲一夜嘅恩爱，一天唔会记得有嘅事情嘅呀。是上主，错哦！18年前以后长时间，常去个吉祥了冇错哦。还想吼，连无天难透出迄而家真的模样哟。上主，我老你讲，你还讲你真实的模样吼，你还咋咋迄你真显目哦。啊，不过咧，父亲，你唔应爱冇关系。母亲有讲过，你嘅身份高贵，万一那系唔应爱，也不能为难你。只是我有父亲，不能因，也系我嘅遗憾罢了。父亲。我已经遵照母亲的遗言来也看你嘞，你就当作无爱一个模样，你爱离开耶，告死！哎，慢来。父亲，你愿意你爱的什么？哎，真是辛苦人家母亲了。13年将伊抚养成人状态，我有鼓励我的立场，安尼看起来，娘妹呀，安尼只有真心爱爱，一天就无唔错咯。来，多带你按多乜个名呢？按到秋林，秋林，嘿嘿，食材。一个名诶，按到真怪卡、真灵卡，娘妹老你按一个名真好听啊！多谢父亲夸奖。恭喜上主，签到千金嘛！来，莲姨，呀哈，阿爸爱老你多后头，你还有一位兄长，我可以介绍。本日兄妹认识啦！哈，原来我还有兄长啊！好嘞，太好嘞！安尼我又有阿哥錫愛嘞！錯啊！如何开口费心机？又将娘亲不答应，又将答
日前，老贤妃复述心事，只是家中事务繁忙，还望请机会向永清提起此事。如今一拖见过数年，俺用本爱真是对不起贤妃，就将他来误会爱，唔系真心该。不过最近老永清武汉省里上嘅事情，根本就冇机会好讨论我老贤妃嘅情事。唉，我要用办怎好啊？哎呀，我真想讲啊，我自己奇怪的，这3年2年就起我去买山梅，起我啊要买耳朵来，佢上爱吃的时间真有，呵呵，结果啊，见了这牙子有神风嘞，难怪啊，佢爱吃粒神呢，来你下已经老佢买好嘞，我叫佢来去请佢了。等一下。啊，痔疮啊，唔错啊！这户口的素材爱很佢表哥，我要数钱的呢，爱讲呢。买个阿痔疮啊？你这个人样买个东西啊？啊，冇啊，冇，表哥唔攞，冇。来，我问你，你阿姊最近好冇？嘿嘿，先好，食得好，睡得好。你冇感觉这个身体啊已经变态了？唉，我最近啊有下无闲，全冇看到佢，想讲你呀，等你穷下，怎会来问你呀？哦，阿娘就难怪咧，你就唔知呢，佢嘴唇啊，几猥琐了。好，你呀，那有可能嘅事情啊？哈，佢就变太巧咯。嗯，好短短街，用办会变太巧。俘虏啊，啊？你诉讼哪嘛街呀？哈，我知你啦，一天黑你是个妖怪啦，这个好食就讲不伢子食嘅哦。哎呦，真唔係咧，你啊，正經喺牙子愛食咧呢。伢子會食嘅？係啊，講，俩係乜嘅東西？你啊，什麼呀？什麼？伢子為乜嘅會食俩嘅呢？表哥，你實在很會假呢啊！俘虜啊，你到底這個胡什麼嘅啦？表哥，既然講啊，強雜嘅瓜係唔甜，唔過啊，二種嘅瓜係啊，香甜可菜咧。係，俘虜，你到底想要講乜嘅？我講清楚。